电波跟音波有什么差别？那电波跟音波其实本质上都是想要透过能量输入到皮肤的部分，达到治疗的效果。那主要会是作用在不同客群身上。那海波音波的话，在我们诊所备有4种不同深度的探头，每个探头的深度不同，所以可以治疗肤质上面各种不同的问题。最浅层的2mm的探头适合就是浅层的肤质的加强，那最深层的6mm以及4.5mm 的探头适合做到及筋膜层拉提的效果。所以音波主要就是针对如果你觉得有点脸泡泡的，想要瘦脸，或者是觉得脸已经开始松松垂垂垮垮的话，我们的深度的探头可以加热在筋膜层，让我们的筋膜层重新变得紧致有弹性。电波的部分呢，主要是作用在真皮层的部分。当我们开始年纪越来越大之后，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以及弹性纤维就会慢慢的流失，所以透过电波的再加热，开始胶原蛋白以及弹力蛋白重新生成的过程，让我们的脸恢复有弹性，捏起来会端端的这个感觉。